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上帝，搁再带领咱经过一礼拜。今仔日咱来到伫这个所在，接到这个网顶的崇拜，求神甲咱同在，求圣灵来感动咱。伫这个特别的时期，咱仍然有法通接到这个网顶三甲伫遮来敬拜上帝。虽然甲过去无相，咱过去三甲组织是一个所在咧敬拜主，但是咱现在仍然有咱接到这个机会伫遮，只要你开你的手机，还是电视，还是电脑，你就法通三甲伫遮来敬拜主。咱这个时代，是伫这个非常的时代，真无平静的时代。现在临到这个世界，亲像一场无声无枪药、无炮药的世界大战。咱看到一个人倒落去，无听到枪声，一个人几千几万的人真是倒落去，有诶无起来了。所以现在世界临到逐个人诶，是一场无烟无枪药、无火药味的世界大战。咱的敌人是啥咱目睭袂看到。可能是威胁伫咱四周围，频繁要攻击咱。咱像是一个射击手，秘伫一个黑暗的所在、真偏僻的所在，来瞄准咱。咱毋知影，因为咱的敌人，咱一无小心，咱就倒落去了，无阁起来了。咱感谢上帝，伫即礼拜当中，得到上帝的看顾甲保守，得到上帝的供应。咱今仔日有法通三甲组织伫即个所在，借着即个电子电脑来敬拜上帝。但愿上帝的灵借着伊的话语来帮助咱，互咱知影咱的上帝仍然坐伫遐做王。当洪水泛滥的时阵，耶和华仍然坐着做王，直到永远。信靠你的人，信靠上帝的人，毋免惊，因为有主甲咱同在。咱只要凭着信心，继续水面的道路，一直到主来。现在即款的情形这个疫情到底上帝要互咱世间人有啥物信息是咧警告咱世间人啥物代志？要提醒咱啥物代志？咱着好好思考。咱现在做的人是怎样？将来有法通伫神的面头前，伫神的面头前受审判，会通过也未这个点钟，有的人工作较少了，较做带厝来，互咱好好来思想这个问题。当咱一个灯开的时阵，你有想到你的灵魂要去倒落，是伫天堂呢，还是去另外一个相反的所在？上帝知影，咱的心灵若无好省察家己，你想会去倒落呢？咱这个是凡在为着有需要伫边疼当中的人来祈祷，因心灵的痛苦、身体的痛苦，实在是言语艰苦形容的。
袂怪你真侪人啊，看到面仔咧无迄个前途啊，对面仔无一个毋茫的时节，因就灰心丧志，伊就消极。所以伫咱即个国家内面啊，伫去年到这啊，已经有6000几个人自杀丧命。为什么呢？心内无平安，心内无主耶稣伫因的内面，因非常非常需要上帝迄个力量伫因的心内。人的力量，毋是靠你的肌肉，你会偌有力，身躯较偌勇，那是看你的心灵，看偌勇，你的信心看偌坚固，承受将来迄个荣耀的盼望伫咱的内面，求神帮助咱，咱三个码头。亲爱的主啊，阮这个时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祈祷。阮知影现在伫这个非常的时期，真侪人伫痛苦忧伤当中来度过。求主你怜悯，互迄伫悲伤当中的人来明白主耶稣，互因心内有迄个平安，有迄个盼望。亲爱的主啊，求你啊帮助怀伫医院当中的人，互因有机会信主耶稣做因的救主，也帮助怀医务人员有迄个灵内面的平安、辛苦，佮身体健康，通来应付各款的问题，特别是这个疫情的代志。求主你怜悯，阮盼望这个疫情早日会过去，互寸寸慢慢的人继续来过正常的生活，继续因的工作、因的生理，叫家庭内面有人团圆。求上帝你怜悯。阮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你，求你圣灵做工，求上帝甲阮同在，借着你的话语，加添阮人的信心，到将来的盼望。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各位兄弟姊妹，本主日所要讲的题目，就是地方教会的凡物公用，就是初期教会有一项代志，就是凡物公用，就是所有的物件三甲用、三甲享受的意思。为什么有这款的情形呢？较听咱会讲。各位兄弟姊妹，恁知也会记得伫旧年到即阵咱教会伫即2年内面所定的这个主题叫做福音的故事 ，The Gospel Story。咱咧讲这个 Gospel Story 就是圣经这个福音的故事咱是对圣经的第一本册创世纪，一直来讲到最后的一本册叫做启示录，按照伊的次序来讲述上帝拯救世间人的计划，还是伊的故事。全本圣经当中这个对这个伊甸园创世纪开始的迄个伊甸园到新约启示录的新天新地这项代志来讲到耶稣的故事，讲到福音的故事咱伫这个系列这连续的在讲道当中咱要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样开始，怎样来的那么伫这个过程当中，伫咧讲的在伊的故事的当中咱提供一个圣经内面的背景甲真重要的信息伫内面。咱借着在信息伫叫做来应用伫咱属灵的生活当中。所以现在咱已经所讲的已经来到对旧约讲到今仔日伫这个新约的时代咯，也就是说教会教会的开始咯。因为这个耶稣的故事呢，讲到主耶稣既然伫十字架顶来代替咱世间人的罪，去钉死伫十字架顶受刑罚，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第3日复活过来，并且显现给真侪人看，伊的门徒真侪人看那么伫升天以前耶稣伫升天以前伊宣布了最后的大使命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来讲到这个最后的大使命，就是咱信徒的责任使命是啥物？这个大使命记载伫马太福音28章第17到20节。迄个大使命的内容是安尼，伊讲因就是讲迄门徒看见了耶稣就拜伊，因为将伊当作是神来拜伊。耶稣进前来对因讲：天顶地的所有的权柄，拢属乎我咯，所以恁着去，互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爸囝圣灵的名甲伊施浸，还是施洗凡所吩咐恁的，拢着教训因来遵守，我就常甲恁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大使命的内容。使徒行传第1章第3到第5节一节，耶稣受害了后用真多的凭据将家己活活的显现，互伊的门徒看、使徒看，40日之久来向因来显现，来讲述这个上帝国的代志
耶稣甲因自接的时阵吩咐因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着听候爸天顶的爸所应允的，就是恁听见我捌说过，就是约翰用水甲恁洗洗，但是无偌久这个无偌久是伫时就是五旬节迄个时节到迄个时节，恁要受圣灵的洗咯，受水的洗，则讲个受圣灵的洗，这项代志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1节到第8节，安尼讲，伫五旬节的时节门徒拢聚集伫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所在叫做所罗门廊的忽然对天顶有声音落来，亲像一阵的大风吹过，充满了因所坐的迄个厝又阁有指头亲像黑焰显现出来，分开落伫因各人的头顶，因就拢被圣灵充满了按照圣灵所奔吐、所疏吐因的口才就讲起别个国家的话来。由于圣灵会充满降临充满就带来了基督教会的诞生咱讲说基督教会伫时开始就是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圣灵降临充满因的迄个人的开始因跩人就带着圣灵的力量，圣灵的充满，因就带着圣灵的力量，真勇敢的去传福音行了真侪神力奇事，并且会讲方言真侪国家的犹太人分散去别个国家伫咧徛，到守这个五旬节时节，因就守月节的时节就来过节一定到五旬节各国的犹太人就聚集伫耶路撒冷，因听到使徒所传讲的信息听明白因的方言因为讲的是人的言语，是每一个所在国家的方言，所以信的人的犹太人有上万人，所以因伫遐就同心合意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教会就伫遐真兴旺，这是初期教会的情形。那今仔日咱讲到咱们讲的是一个大概内容，对五旬节耶稣的，咱讲到耶稣的最后的晚餐到后来耶稣被钉佮复活复活来，佮显现互真侪人看并且吩咐因这个大使命，然后叫因着踮耶路撒冷听候因为圣灵降临，就开始有迄个福音，迄个教会会传开教会会设立咯，真兴旺。咱今仔日也是继续讲到是《使徒行传》第4章的第32节到37节，我将这段短短的经文读一遍，《使徒行传》第4章第32节开始。凡真侪信的人，拢是一心一意的，无有一个人讲伊的物件有一项是家己的，拢是大家公用因为信主了有迄个热心伊讲这毋是我的这是大家的所以咱着大家三甲来用拢是安尼讲。33节，使徒大有能力来见证主耶稣的复活，
众人也都忘了大运哈。内中就是信主诶，喺内中也无有一个缺乏的，无缺欠的，因为人人将田产啊、田地啊、房屋啊，拢买了，将所买的价钱啊摕来，就放伫使徒的骹前啊。35节，照着各人所使用的，分托逐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伫基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呼伊是巴拿巴。巴拿巴翻译出来就是宽慰之，宽慰之就是会苦劝人的宽勉人的。伊的田地也买了，将迄个价钱啊摕来放伫使徒的骹前这段圣经就是讲到迄教会继续安尼落去，继续传福音，加真侪新约技术，在信主的人，大家真喜烈的心真喜烈参加聚会听讲道所以听遵守使徒的教训，教会大大复兴。因为出于热心圣经讲到这段什么就有这个凡物公用这项代志。凡物公用这项代志，那么当时因为圣灵的充满因伫迄个所在做了教会真复兴，做了真侪美好的代志那么伫迄个时期当中初期的教会兴旺的情形下面有几点就是初期的教会成立以前有圣灵的感临，这是基督教会的诞生的时节佮对天顶来的温素就是灵温就是亲像大风，亲像火一样伫落伫逐个人的头顶身顶当人迄个时节有圣灵降临伫因的身顶，就产生因的内面产生一个真大的改变未想到这个真淳朴、真简单的一个掠鱼人因经过圣灵的充满、圣灵的降临佮充满了后，这掠鱼人真勇敢的，诚做福音的战士勇敢的出去传福音。虽然被掠，甲伊用那个权力甲伊夯，你毋能去传若无搁再甲你掠，甚至要甲你害因若是无惊，因就放胆伫咧传福音。这一群伫耶路撒冷本来是无名小卒的一个信徒伫这个短短的30年当中将福音传开了，就诚做一股真大的力量无法通控制的这个报道的运动就传开了。这个报道运动就是对耶路撒冷向外发展去，讲出去。所以这一群被圣灵充满的人因的生命伫圣灵的能力的影响下面、改变下面就带来了当时初期教会的大复兴、大兴旺袂用咧讲复兴你的福利是假在，是大兴旺，因为这是教会的头一摆。就是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阵，迄个教会真兴旺真侪人信主，一个兴旺的景象复兴呢是残经八安尼落去才揽落去再个出来个传这个福加再兴起来。复兴的意思是安尼兴旺就是头一摆的兴旺所以在门徒互圣灵充满了因逐个人就讲起方言
别国的方言，即款的方言哦，毋是无意思的言语啊，是有一个所在，有一个国家因讲的话吼，别人听会明白的，即款叫做方言，毋是现在有一寡人吼喙咧会讲另外一款的声音，别人袂明白的。伫即个许多行传第2章所讲的方言，是正正是人的话语。那么说落去，迄个真复兴的情形怎样啊？真侪传道人吼，或传道人讲出来信息啊，真有感动力，有迄个感染力感动真侪听到的人啊，因拢悔改咯，因拢洗礼咯，修正咯，门徒吼就增加咯，伊增加咯，因逐个人真热心啊，开始有3000个人会记录，后来有5000个人，后来圣经讲哦，信主的人吼，得救的人啊，逐日加添土印，所以3000、5000，再加逐日有信主的人吼，可能迄个时阵有上万人信主啊。因做人怎样呢？伫家庭当中，伫圣殿当中，逐日同心合意。恒切的伫圣殿内，伫家庭内面有美好的交通，有美好的智慧，叫因去传福音。许多伫迄个耶路撒冷行了真侪神力的技术，摆脚会行路，青面会看见，半水的有可能徛起来，活动行路。所以真侪神力技术，福音的带领啊，加上圣灵的降临的个能力啊，就直传。所以信的人拢伫一个所在啊，因有圣灵的感动，有迄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因对人的需要因目睭看见，因就对因的内面就是愿意要帮助还需要的人，还家庭较有的人伊就捐出来、推出来，所以教会是一片的热心，一片的听心，到美好的见证。还缺欠的人，有的人就奉献出来，因就是凡物公用，凡物公用。所以咱现在真羡慕教会，真羡慕第一摆的教会人，因的兴旺的情形啊。那么有的人就咧问，一些当时初期教会或者信徒热心将家己厝内物件奉献出来，凡物公用。为什么现代的人、现代教会那无继续安尼做在神学家、在研究圣经的人，因就有跩来回答一些当时一些这因所做跩无亲像一家社会主义的制度因安尼做毋是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的迄款的凡物公用就是逐项是属于公家的，三甲来用、三甲来分享的意思。这个毋是一款政治的制度的一个例因为当时显出来的人完全是自愿的 voluntary 愿意安尼自愿的奉献出来，毋是政府的一个计划，也是一个制度的执行毋是人逼出来，是自愿的，是出于听心的做出来。那么伫教会初期的时阵就是耶路撒冷迄个教会只有耶路撒冷教会有即款的凡物公用物件摕出来三甲用，只有伫一个教会内面。咱读许多行传读落去的时阵无搁再有即款的记录，无搁再有教会有即款的凡物公用的例。所以这种凡物公用，毋是每一间教会拢是着照做
因为圣经无有即款的规定，说着犯啊，你若信主啊，着物件捐出来3角用，圣经无安尼讲，无即款的规定，圣经内面也无一条叫做是一条一个诫命是安尼讲，伫新约的书信当中啊，譬如说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跩书信，保罗所写的跩书信甲其他许多所跩书信当中，也无有教导人、无教示人，着变卖一切物件来教会来凡物公用这项代志。所以这个并毋是圣经命令咱着安尼做，圣经无命令安尼做，只是初期教会出于听信甲志愿的一个例依。那么耶路撒冷教会有即款的凡物公用，伫当时啊有即款的需要。因为初信主的人有真万人，大部分的人是艰苦的人，有真大需要的人。那么跩信主的人啊，出于听信，出于志愿，圣灵的感动，因愿意推出来甲其他怀需要的人相甲来分享，是出于心中的情愿愿意安尼做。因为当时啊，圣灵充满，大家人同心合意，心内满有听信，情愿来帮助怀需要的人。所以这个凡物公用啊，毋是现在教会，还是当时教会强制着来执行的，也毋是加入教会的必须的条件。教会无安尼讲，当时教会也无讲，你若要诚做会友，你若要信主的确着卖你的家产。若是安尼做会起冤家啊！这个家庭内面这个厝底毋是家己的名，有几个兄弟做一个有签名的若是一个人大主大意，跟卖迄个底这个家族一定会起大乱。所以这毋是教会的入教的一个条件。所以凡物公用是出自什么啊？自发性、自愿性的是出于爱心。所以今仔日教会无有实行无有实行这个凡物公用若无实行这项代志，无等于说你无照圣经的真理来行，咱无犯这个法，因为这圣经内面无明文规定着安尼做，所以你无照安尼做，并无违反圣经的真理其实当时的会友变卖伊的家业全是因为跩人伫圣灵对因的生命的一个更新变化，心中就产生一款的听心，伊目睭真敏感，看到有需要的人，伊就愿意献出来。有法通主意要将伊的地产房产卖杀那么有的人就认为说跩真干哪只牺牲在家己因跩真戆是这个真大的损失。其实对因来讲因是真甘心情愿安尼做，甘心情愿，然后有需要，教会有需要，因愿意奉献因的时间，真愿意奉献因的金钱、物件甚至放落伊的身份，肯落来安尼做真谦卑的去安尼做去帮助怀真正有需要、有欠用的人。有的人认为说跩人的付出是一款的损失其实跩甘心情愿奉献的跩人伊毋是一款的损失其实因的听心叫信心上帝看去了，
因的心灵内面乐意，伊也是肯安尼做，伊认为安尼啊是荣耀主的名，所以圣经讲啊，伊说无论恁做啥物啊，做好的代志啊，恁的天父啊，伫暗中伫咧察看，伫咧 observe 哈，上帝伫暗中会报答恁，会报答恁。虽然咱讲到现在的教会啊，无即款的凡物公用，凡物公用就是变卖家庭当中的这财产，摕来教会三合用。现在无即款的情形，但是现在教会是出于听心，教会当中也是有一寡需要的人，所以因虽然无初期教会凡物公用这项代志，但是教会因想到教会当中有诶需要诶人，因就创一个叫做慈善奉献，也是关怀小组来关怀教会当中有需要诶人，有病痛诶人，需要安慰诶人，需要赞助诶人。教会若是有一款诶组织，有一款诶侍奉呢，因的功用呢，叫初期教会迄款凡物公用，伊的功效是相当无一定你着将厝内物件卖杀，逐个人来分享，毋是安尼，乃是出于听主听人的迄款的心，有圣灵的感动伫咱内面啊，所做出来，这个才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教会是推行迄个听心，来为主做见证，来荣耀上帝的名。所以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安尼讲啊，凡若是听上帝的人神为着怀听伊的人有比啥物呢？因的目睭袂捌看着，因的心内耳孔袂捌听着，因的心内袂捌想到的，上帝要报答因怀听上帝的人。所以伫五旬节对世界各国来耶路撒冷敬拜的怀犹太人因听到彼得的福音信了主，受感动因生命改变因倒去了因道了后，无论去罗马去其他的任何什么所在，因倒去时阵，继续将这福音传到迄个所在。所以耶稣一个大使命就是接着在初信主的人，在信主的人接棒接迄个迄个运动的时阵，接棒人就是一棒一支叉这一支安尼接棒人直落去，一代搁一代落去，将这个大使命直线落去，一直到主搁再来。所以现在咱做得重要伫这个非常的时期主降临的时阵末世你要来主降临的时阵，愈来愈近的时阵咱毋通袂记得大使命，要怎样将福音传去教会着用听心，无搁再攻击来攻击去，无搁再分门别类分党分派咱所侍奉的是一位上帝咱的救主是耶稣基督，咱有一个圣灵，咱有一个教会咱有送一款的目标，就是传福音，荣耀上帝的圣名，直到主搁再来的日子。但愿上帝话伫兄弟姊妹心中，伫教会当中产生迄个功效，求圣灵亲自做工，咱来三甲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借着今仔日的信息，互阮看见上帝你的疼，借着耶稣基督为阮罪人来死伫十字架中，来死了埋葬，后来佫复活，来做成
这个救恩的大功，叫信靠你的人来得到拯救，得到荣耀有永永远远的福气。阮感谢你。虽然现在无法通出去传福音，但是阮伫厝内仍然有法通为着遐需要的人，为着教会跩传道人，为着主的工作，继续来热心祈祷甲奉献。叫以后这个开放的时节，人有法通出去来继续将主耶稣的大使命来传到各地去。求上帝，你将迄个圣灵的能力来浇灌伫每一个兄弟姊妹身顶，叫阮每一个人圣灵的充满，满有力量，满有听心，大家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彼此勉励，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来荣耀主你的圣名。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